每日讀經與你同行，使徒行傳第19章。保羅第三次嘅旅行宣教係以以弗所為中心，將福音傳遍咗亞西亞。第19章，阿波羅在哥林多的時候，保羅經過了上邊一帶地方，就來到以弗所。在那裏遇見幾個門徒，問他們說：你們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也未曾聽見有聖靈賜下來。保羅說：這樣你們受的是什麼洗呢？他們說：是約翰的洗。保羅說：約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訴百姓當信那在他以後要來的，就是耶穌。他們聽見這話，就奉主耶穌的名受洗。保羅按手在他們頭上，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說方言，又說預言，一共約有12個人。保羅進會堂，放膽講道，一連3個月，辯論神國的事，勸化眾人。後來有些人心裏剛硬不信，在眾人面前毀謗這道，保羅就離開他們，也叫門徒與他們分離，便在推拿路的學房天天辯論。這樣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亞細亞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都聽見主的道。神藉保羅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從保羅身上拿手巾或圍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惡鬼也出去了。那時有幾個遊行各處念咒趕鬼的猶太人，向那被惡鬼附的人擅自稱主耶穌的名，說：我奉保羅所傳的耶穌勒令你們出來。做這事的有猶太祭司長士基雅的7個兒子。惡鬼回答他們說：耶穌我認識，保羅我也知道，你們卻是誰呢？惡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們身上，勝了其中2人，制服他們，叫他們赤着身子受了傷，從那房子裏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都知道這事，也都懼怕。主耶穌的名從此就尊大了。那已經信的，多有人來承認訴說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術的，也有許多人把書拿來，堆積在眾人面前焚燒。他們算計書價，便知道合共5萬塊錢。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這些事完了，保羅心裏定意經過了馬其頓、亞該亞，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說：我到了那裏以後，也必須往羅馬去看看。於是從幫助他的人中打發提摩太、以拉都2人往馬其頓去，自己暫時等在亞細亞。那時因為這道起的擾亂不少，有一個銀匠名叫底米丟，是製造阿底米神銀龕的。他使這樣手藝人生意發達。他聚集他們和同行的工人，說：眾位，你們知道我們是依靠這生意發財。這保羅不但在以弗所，也幾乎在亞細亞全地引誘迷惑許多人，說人手所做的不是神。這是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這樣不獨我們這事業被人藐視，就是大女神阿底米的廟也要被人輕忽，連亞西亞全地
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榮也要消滅了。眾人聽見就怒氣填胸，喊着說：大哉以弗所人的亞底米亞！滿城都轟動起來。眾人拿住與保羅同行的馬其頓人該猶和阿里達古，齊心湧進戲園裏去。保羅想要進去到百姓那裏，門徒卻不許他去。還有亞細亞幾位首領是保羅的朋友，打發人來勸他不要冒險到戲園裏去。聚集的人紛紛亂亂，又喊叫這個的，又喊叫那個的，大半不知道是為什麼聚集。有人把亞歷山大從眾人中帶出來，猶太人推他往前，亞歷山大就擺手要向百姓分訴，只因他們認出他是猶太人，就大家同聲喊着說：大哉以弗所人的亞底米亞！如此約有2小時，那城裏的書記安撫了眾人，就說：以弗所人啊，誰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亞底米的廟和從丟斯那裏落下來的像呢？這事既是駁不倒的，你們就當安靜，不可造次。你們把這些人帶來，他們並沒有偷竊廟中之物，也沒有謗讟我們的女神。若是底米丟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法可以彼此對告。你們若問別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斷定。今日的擾亂本是無緣無故，我們難免被查問。論到這樣罪重，我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說了這話，便叫眾人散去。經文讀畢。喺以弗所，保羅先係帶領咗12個只係接受咗約翰悔改嘅洗，卻未曾奉耶穌嘅名受洗嘅門徒接受洗禮。當佢哋奉主嘅名受洗之後，就領受咗聖靈，得着生命嘅更新啦。之後保羅1連3個月喺會堂講道，但係猶太人又再一次嘅拒絕呢個嘅福音。保羅離開猶太人，向外邦人講道，時間有2年咁耐。由於以弗所獨特嘅商業同埋交通地位，藉着信息嘅流通同埋信徒嘅見證，福音呢就傳遍咗亞細亞一帶。保羅工作咗2年之後，發生咗一場屬靈嘅大復興，好多信嘅人徹底拋棄巫術，將合共5萬塊錢嘅巫術書呢係燒咗，全心全意嘅跟隨主耶穌。復興之後呢，接着而嚟嘅佢係一場嘅屬靈嘅大爭戰。由於福音興旺，影響到偶像行業嘅生意啊，結果就有人煽動全城聚集到當地可以容納2萬多人嘅露天劇院呢示威啊，控告保羅所傳嘅道呢傷害咗佢哋嘅女神亞底米嘅地位。教會當時面對住好大嘅風險，幸而地方官員呢處理得當，事情呢終於就平息咗落嚟啦。從呢件事我哋睇到信主嘅人要除去偶像，生命先至有真正嘅復興同能力。請我一齊嘅祈禱。主啊，你係何等嘅尊貴，求聖靈光照，除去我裏邊一切嘅偶像，單單嘅敬拜你，跟從你，奉主名求，阿門。好，今日我哋讀經就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再見。